歡迎嚟到檸檬的價值人生，我係 Lemon。上集就同大家講咗一啲人生中嘅風險管理技巧，今集我呢個風險管理師就會再同大家講講我喺德國旅行嘅一次經歷，用真實嘅例子同大家分析下點樣喺你生活中做好風險管理。話說上年嘅冬天，我就同老婆去咗德國旅行，我哋喺慕尼黑住咗幾日。主要就係想睇下佢個聖誕市集同埋附近城市嘅一啲景點，而其中一日我哋就去咗新天鵝堡度參觀。以防各位觀眾唔知啦，新天鵝堡就係一個喺山上面嘅古舊城堡，都係啲以前皇帝住嘅地方啦。咁佢就唔喺慕尼黑市入邊嘅，而係喺一個郊區啲嘅城市。喺慕尼黑出發去到嗰度，最 common 嘅方法就係先搭2個鐘頭嘅火車去到一個小鎮，然後再搭20分鐘左右嘅巴士去到山上面嘅。你喺火車站買一張全日票，呢啲火車巴士就全部包晒㗎啦。咦，無啦啦變咗旅遊節目添，慢慢聽埋落去先，呢啲資料係 relevant 嘅。嗰日嘅行程本來都有啲落後我哋嘅 schedule 㗎啦。因為朝早搭火車嗰陣搭到一半，架車就無啦啦停咗，我哋要喺個中途站落車，然後再等另外一架火車過嚟再上返車，然後轉完巴士去到一個 so-called 園區咁嘅範圍，其實都仲要再上高啲嘅山上面先真係睇到個城堡嘅。咁上山呢，有3個方法，第一，行路免費嘅，聽講要行9個字，唔好搞我。第二，搭 shuttle，我哋本身就 plan 咗用呢個方法嘅，點知嗰日就暫停開放，咁唯有用第3個方法啦，就係搭馬車。由於嗰日冇 shuttle 啦，變咗上山落山都好多人排隊搭馬車。經歷完重重難關，我哋終於上山睇到個城堡啦。話俾大家知，新天鵝堡最靚嘅景就係喺城堡隔離嘅峽谷，嗰度有條吊橋叫做馬里安橋。喺嗰條橋度望返過去個城堡度就係最靚嘅啦，不過嗰一條橋冇開，唉。Anyway，搞完一大輪，我哋睇完城堡落返嚟已經5點幾，好啦，終於要入正題啦。一落到嚟呢，去巴士條隊已經排晒長龍，架巴士嚟到我哋都完全排唔到上車。難題嚟啦，因為我哋 miss 咗呢架巴士。計返啲時間，我哋係一定趕唔到今日尾二嗰班火車㗎啦，即係得返最後一班火車可以搭。如果一切順利嘅話，就應該冇問題嘅。但你知啦，喺歐洲從來唔可以 assume 啲嘢係正常㗎嘛。冇火車呢樣嘢根本係成日都會出現嘅。如果佢無啦啦 cut 咗班車，或者又係開到中間唔繼續行，咁我哋就返唔到酒店㗎啦喎。死啦！乜都唔理，就咁搭巴士落去等尾班火車，會唔會有問題呢？如果返唔到酒店，要喺邊度揾地方過夜啊？下一步點做好呢？嗱，各位男士，教大家，第一步首先就係要故作鎮定先，擺出一副所有嘢都喺我掌握之內嘅表情。因為如果你驚，你隔離嗰個就仲驚。跟住我就同老婆去咗間 cafe，買咗杯熱朱古力，坐低唞下先。出邊幾度咋大佬？冰天雪地，唔知點算，都入返室內先唔知點算啦。咁我係咪真係冇晒辦法，要聽天由命咁希望架火車冇事呢？當然唔係啦，其實仲有個方法可以返到慕尼黑嘅。之前做資料搜集嘅時候，我就見過有架直通巴士可以由新天鵝堡直接搭返慕尼黑。咦，咁正？咁點解一開始唔諗住搭嘅？因為佢一日得一班車，時間好難預。一班就朝早晨早流流由慕尼黑去新天鵝堡，另一班就夜晚6點幾由新天鵝堡返慕尼黑。本身都冇諗過會搞到咁夜，同埋初頭諗住如果時間許可，會喺山下面個小鎮度周圍行下。如果直接搭直通巴士，就會 skip 咗個小鎮。我諗都係基於以上嘅原因，網上大部分嘅人都係教搭火車加巴士呢個方法，
而比較少人教直接搭直通巴士嘅。好啦，咁跟住我要諗啲咩呢？面對有機會冇咗架火車返唔到酒店嘅呢個潛在風險，究竟我需唔需要付出額外嘅車費去搭直通巴士買個保險呢？因為我搭火車嘅話，全日票就已經包咗車費嘅啦嘛。如果你冇去過歐洲旅行，你可能未必明我點解要搞咁多嘢。但係喺英國生活咗3年嘅我話你知，喺外國真係要格外小心，千祈唔好 assume 啲嘢會正常發生。所以呢，我係決定搭直通巴士嘅。我即刻上網訂咗巴士飛，book 咗2個位。雖然我都知道架火車唔取消嘅機會係大過取消嘅，但個問題係，如果佢真係冇咗班車，個後果係大到不堪設想。另外，我已經諗過，如果架直通巴士最後冇嚟，我係仲夠時間趕去搭最後一班火車嘅。係啊，火車有可能唔嚟，巴士都有可能唔嚟㗎嘛。所以呢個做法係等於用晒2個方法包底，將返唔到酒店嘅風險減到最低。最後點呢？最後架直通巴士係又嚟到嘅，我哋順利搭咗架巴士返咗慕尼黑。雖然就無啦啦俾咗程巴士錢，但見到老婆舒舒服服咁一程過坐返慕尼黑，乜都抵晒啦。之後我哋去咗一間酒吧食豬手，忙完一輪，終於可以放鬆下。嗰度嘅豬手就普普通通啦，不過個蘋果批就真係幾好食。好啦，講返我哋嘅主題，風險管理啦。喺呢單嘢上邊，每個人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，唔同嘅做法。但無論你贊唔贊同我嘅做法都好，有幾個關於風險管理嘅建議，我係想講一講，叫做俾個參考大家嘅。第一個建議就係一定要提高你嘅風險意識啊！老實講，唔好討論我最後嘅選擇係唔係最好先。如果你冇意識到可能會有火車俾人取消嘅呢個風險，你根本就冇得諗搭唔搭直通巴士添啦。連有個風險都唔知，咁你點預防呢？好多人就係個風險意識太低，平時就傻更更咁乜都唔諗，到真係出事先嚟諗點算，永遠做嘢都係慢一拍，咁個結果就梗係未如理想啦。多啲諗下日常面對嘅事情有啲咩風險點，有冇啲咩有可能發生嘅壞情況，諗多少少又準備多少少，咁到壞情況真係發生都唔會咁容易束手無策啊嘛。第二個建議就係要管理好極端風險啊。如果有炒開股嘅朋友，可能都有聽過極端風險呢個 term。所謂極端風險就係指一啲發生機會率好低，不過一旦發生個後果會好大鑊嘅事情。如果講 trading，可能係講緊一啲發生機率低過1%甚至0.1%嘅事件，但係喺生活中就未必要下下講到咁低機率嘅。好似冇火車返屋企呢個機率，我諗可能都係10幾個 percent，即係10次有1兩次左右嘅啫。但我統稱呢啲低機率，經常會被忽視嘅風險做極端風險啦，聽落好似勁啲咁。而我哋都可以用同炒股一樣嘅概念去應對呢啲風險。個 idea 就係唔好俾自己咁易跌死。譬如會唔會有得諗定條後路？會唔會有得買個保險呢？記住，千祈唔好存有僥倖嘅心態，覺得呢啲嘢唔會發生喺自己身上，然後出咗事啦，就喺度怨天尤人，話自己好黑仔，個天點解要咁對我？其實有好多嘢，就算你阻止唔到佢出現，但都可以減低出事對你自己嘅損傷。你係有責任管理好你自己人生要面對嘅風險嘅。好啦，最後一個建議。就係我哋做選擇、做決定嘅時候會用到嘅。我建議大家盡量揀一條路係可以增加自己未來嘅選擇，盡量唔好令自己俾人逼去死角。你俾人逼去死角，其實可能係代表你嘅風險過於集中，等於成副身家買晒同一隻股票，將所有雞蛋放晒喺同一個籃入邊咁。只要一有咩不測，你就全部輸晒，乜都冇㗎啦。就好似我啱啱去旅行個例子咁，
表面上我係揀緊搭火車定搭直通巴士，但其實搭直通巴士呢個 option 係依然保留咗，如果我冇巴士係可以去搭返火車嘅呢個可能性。所以呢個決定就可以增加我未來嘅選擇，減少我俾人逼去死角嘅風險啦。做決定嘅時候，不妨諗諗點樣揀先至可以增加自己未來嘅選擇，減低自己俾人逼去死角嘅風險呢。以上就係我去德國旅行嘅一個故事，同埋幾個我生活中有關風險管理嘅建議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。如果對呢啲內容有興趣，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、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同埋 follow 我嘅 IG。呢度係檸檬的價值人生，我係 Lemon，我哋下次再傾啊。